北区呢，目前是全台南市密度最高的，目前50座的邻里公园里面就有建置了15座的特色游戏场，所以我们打造的是分不同年龄层，来让我们北区的小孩子到各种的游戏场来做体验，所以我们把它定位为北区就是孩子的游戏场。为什么呢？因为密度是全市之冠。我们华德社区一共有6座公园加一个棒球场，那这是其中的一块，是最小的一个公园。居民每天都来这里跑步啦、运动啦，然后就是我发现的器材有一点比较少，那么于是我们就创立了这个南百的渔网，它是想说要以前纪念渔翁，代表着是说他们会怀念以前抓鱼的时候。下课的时候或者刚好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带小朋友过来玩，或者下课的时候家长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运动，然后多攀爬，做不同样的伸展运动，这样子对他们的整个感觉统合或者大肢体的活动运动，其实对孩子来讲都很大的帮助。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华德公园是北区目前为止50个邻里公园中间的一个。那陆陆续续公所已经在许多邻里公园争取到中央的补助，加上地方的配合款，来做出一些特色游具，然后把一些邻里公园优化成为特色公园。而且不仅是如此，也有鉴于有一些特色公园原先做的譬如说缺乏遮阳设施或者缺乏一些安全设施，我们都加以优化、加以安全化，让这个特色公园不管是有太阳的时候或者没有太阳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而不是大家只能说平常阴天可以用，那出大太阳的话就不能用。那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特色游具可以变成全龄化、全时化，让大家都可以来。那未来呢，我们将这些特色公园也可以加以，譬如说夜间的照明或者是安全设施监视器把它做好，那让家长在下班的时候5、6点、6、7点，甚至7、8点的时候，还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特色公园玩，让特色公园发挥更大的功能。大家好，我是杨秀华，欢迎收看7月19日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行政院长杜英泰19号特别南下，前往将军区慰问受灾户，听取灾民实际需求，了解灾损情形。市长黄伟綽嘛借个机会向杜院长争取，希望中央会当补助修缮，让灾民重建家园。当年4风台造成云嘉南地区严重的灾情。总统赖清德历经近1日都来到台南听取民众心声，这次经交代行政院长杜英泰过来关心。市长黄伟綽15日陪杜院长来到将军区慰访灾民，黄市长特别感谢中央行政院对着台南的关心和协助。行政院能够体恤我们受灾很严重的灾民的心声，那能够在修缮的补助上面能够帮忙一下。另外在地方政府可以做的就是讲咱行政程序简化，行政流程加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灾民能够早日把它能够实际上来重建他的家园。行政院长杜英泰指出，这次风灾重创台南，对着第一时间投入救灾所有人员，伊也致上深切谢意，并肯定黄市长伫灾后这些应变甲危机处理能力。杜英泰承诺，中央将持续支援台南的复原作业。行政院也启动相关专案协助灾民，并已拟定奖优、补偿奖数、定数中间的作业流程。你的厝若歹去，迄个面积，不管是厝顶还是厝壁，超过20平方公尺，甲100平方公尺内底，就是差不多7平甲33平这中间的啦，拢补5万块啦。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复原慰助金。复原慰助金5万块，你若超过100平方公尺的，就给你补10万块安尼。杜英泰也讲到，过去大多是补助地动房屋受损，而
而过去上悬的补助是2万块的修缮费用，但现在物价咧起，公布这次风台房屋受损的补助，受损面积超过20公尺到100公尺以内，就是补助5万块；超过100平方公尺，就是补助10万块。20平方公尺以下，就由市府募得善款来协助，帮助大家度过困难。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市丰泰台南地区有侪石棉建材受损，甲灾后废弃物的产生。市府环保局第一时间启动灾害应变机制，动员人力甲机构，导致灾后环境复原工课，协助民众清理家园，保障市民健康。过去伫民国60、70年代被广泛使用的石棉建材，已经被国际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这次风台造成台南多处石棉建物受损，民众伫清理家园时，若是无注意到，恐惊会有风险。对此，环保局特别呼吁民众清理石棉时，要先将石棉破损位置、散落位置翕相留存，搁将石棉破水来处理，并注意搭配风电水暗，落实个人防护，并将废弃石棉甲其他废弃物分开装地，才来向环保局也或是区公所登记清温。近期家中因为风灾所导致石棉的破损呢，民众可以依照下列的程序来进行处理。第一个呢，先拍照存证记录。那第二个呢，戴上防尘口罩之后呢，可以将这些石棉瓦装入肥料袋、饲料袋或具有双层保护的太空包中，那集中堆置。那重点是要将石棉瓦与其他的建筑废弃物能够来分开，避免后续处理的问题。那最后呢，再与区公所或里长联系，那登记之后呢，会转由环保局来进行清理。环保局提醒，石棉废弃物依规定应该妥善包装甲暂存，避免环境甲健康的风险。若是有任何疑问，会当打电话台南市环保局06-268-6751转1627-1637。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正大册社台南店迈入第12档，透过甲台湾文化馆合作，用精选台湾文化主题的外语册集，以及日本插画家所设计的吉祥物等周边商品来庆祝生日，场面相当温馨。12象征一轮圆满，也是政大书城台南店在走过经营危机，迈入第12年，要继续深耕，往多元出路的发展来陪伴大家的承诺。进书店不容易，但是我们努力的去朝其他方向找其他的出路，譬如我们会找一些部门合作，譬如台湾文学馆、台南市总图也会合作。在民间呢，我们有跟柯南、超人力霸王这些强力的 IP 来做一些合作。希望在政大书城这样的空间里面，除了你来看书以外，会发现我们很多不同多元的活动，在往后的日子陪伴着大家。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除了书店店长之外，那以后也许是书展的活动，或者是甚至任何其他的跟阅读推广有关的活动，我们都可以跟政大书城还有我们台南市所有的实体书店一起来合作。那阅读推广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个责任啊。现在来到书店，除了享受阅读的书香，也可以感受到周年庆欢乐的气氛。其中活泼亮眼的吉祥物，就是邀请日本插画家佐佐木千惠所设计，同时把它融入帆布袋、徽章和明信片等限量的周边，来回馈长久支持的读者，也期许书店像大树般成长，未来有无限可能。我们让这个佐佐木千惠小姐发挥，那完成了。那对我来说，书城的印象就是走下地下街，像一本展开的大书一样，有无限的可能。政大书城啊，对我来讲就像树一般的存在。树啊的存在不是占有空间，而是创造空间。然后它不只成长自己，也滋养许多人。无限可能的第一步，就是呈现在公私协力。台湾文学馆精选出他们翻译成外语的台湾文学，也让更多外国旅人从这里来认识台湾。周年庆中也和所有贵宾一起为书柜的揭幕来见证。那我们也很乐见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因为台湾文学馆所收集的资讯，
我们就是希望它被大家应用，就有它的价值。这些英译书可能是得奖作品，可能是非常畅销的著作。那台湾国外有版权把它翻译成英文，那是在国外贩售。但是我们台南政大书城在全世界网罗了这些书籍，英译书回来到我们的台南。政大书城这个空间隐藏太多感动人的故事，邀请您我一起来见证书城12年的每一步。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弄底家，特色美食、百里斋，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为了推广艺文创作，财政部南区国税局目前正伫咧推出吴慧文卷纸艺术展，欢迎介意艺术的民众前往参观。曾经担任台湾面包花甲着纸黏土推展协会艺术讲师吴慧文，因为介意手作的艺术，对学生时代就创作各种主题纸雕设计，并且学习多元的手作艺术。伫个无意间发现卷纸的艺术。因此，家己学习卷、编、甲着绕的技术，创造出各式各样的艺术作品。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好让我们这些手作艺术家可以展览作品，可以被看见。那从事创作其实已经很多年了，那会走入这个卷纸呢，也是在无意中。那当初因为我对纸类的东西其实有20-30年的时间摸索，原先是从事纸雕与多媒材。注意看的话，你们知道我很喜欢那些精巧细小的那一些精致小东西，所以我又学了法式刺绣。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虽然是不同媒材，可是我觉得它有相近的地方。比如说在设计图稿，只是卷纸它可以比较大幅，刺绣它比较小幅。那刺绣方面它过程其实更久，它小小一幅其实比卷纸的创作更久。要多么的巧才能够卷出这么小，包括树叶、花瓣、花心，连花心的部分大家去看一下那个都是那个用纸卷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这届展出的作品主题姹紫嫣红，运用卷纸甲着绣线的特性。讲出各种的花蕊，展现无同主题的美丽。目前这项的展览，对今日起一直展到9月25日。南区国税局嘛欢迎对着艺术作品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到场来参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台湾队去年摕到世界12强棒球比赛冠军，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推出冠军之路台湾上勇特展，透过丰富的展品，彰显国家队精彩故事，同时向运动员的精神致敬。WBSC 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的奖杯、陈杰宪的 MVP 奖牌，甚至幸运物666骰子，原汁原味的在台史博做展出。展场也循环播放应援曲，除了带领观众重回球场，也让球员回想起冠军之路。第一场对韩国的时候，陈晨伟打那个满贯炮的时候，没有想过说我们会打韩国打分差这么大，都很有感觉，因为觉得平常看得到的东西，队友穿在身上，现在都在展示柜里。红衣狮啦啦队 Uni Girls 热情应援助阵，吸引不少球迷们到场参观。这回12强冠军杯从台北移到台南展出，还特别增名台湾雄用，呼应台湾独特的应援文化。办这个展览，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义。那特别是这一次的展出里面有台北没有看到的球衣白板各式各样的这些球具等等。台南场还增加2025年2月 WBSC 的相关展品，为了深化展览与在地的连结，
中职南霸天统一狮队也有相关文物展出，包含首度完整展出统一队10座年度总冠军的冠军奖杯，以及融合地方信仰与棒球精神的狮王神教。这个冠军真的是得来不易哈，那我们真的是相当的一个用欢欣鼓舞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来迎接这样的一个世界冠军那今天的一个大家的一个踊跃出席就是用行动来支持我们台湾棒球。棒球是台湾的国球，冠军之路台湾雄用特展不仅记录台湾棒球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更是一段关于棒球文化、团结与热血的记忆。记者寿怀谈的报道。台南市立图书馆办理一天册店驻店活动，招募20位青少年担任独立册店的一日店长。一间书店的经营有很多的秘诀和功夫。台南市立图书馆招募20位年龄16至25岁的青少年来做一日书店店长，从支援行政事务、创意行销、解决突发任务等挑战，探索书店的幕后世界。青少年朋友他们有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其实他可以待在这个书店里面，甚至是去听店长跟他们分享说他为什么经营这个，那他平常都阅读哪些书，那他们办读书会的时候可能在阅读哪些书。其实基本上会来报名参加一日书店店长的青少年朋友们、同学们呢，其实本身应该对阅读都有一定的兴趣。数位时代发展，连带让实体书店市场逐渐萎缩。正大书城就是其中一例，期望透过活动分享书店经营心得，让青少年获得第一手的实务经验，同时鼓励持续培养阅读习惯。我不期待他们今天因为这样的体验，他们以后就是书店的店员或店长，但是我期待的是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跟体验，他们能了解到这个产业它需要继续的支持，持续的支持出版事业。在打卡智慧门前合影留念，象征踏上崭新人生阶段。今年特别规划每位青少年到3间风格迥异的主题书店，透过沉浸式体验，来一场充满书香的成年礼。记者寿海腾的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15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淑慧，咱再會。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
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你听过指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指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指差确认，安全有保障。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
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阿妈你好，我是来给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
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家保哦。特别家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阿妈你好，我是来跟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